再来看到2024威廉波特世界少棒锦标赛，咱台湾的代表队是以4分比1分赢过委内瑞拉，摕到国际组的冠军，而且是让15档搁再拼入去世界冠军战。接落来，伫咧台湾时间半暝3点，就要来对战美国组的冠军，打拼要搁再摕到世界大赛总冠军。中华一直欢呼拍扑啊！真侪台湾侨胞包车甲家己赛车到场为小将加油。2024威廉波特世界小棒锦标赛代表亚太区出赛的桃园市鼓山国小小棒队出战代表南美区的委内瑞拉队，最后4比1胜利，摕到国际组冠军。隔15年，搁晋级世界冠军战。今天我们和队友一起拿到国际组冠军，觉得很开心。然后对明天的比赛超有信心，一定可以拿下这个胜利。我今天为球队贡献1张打，然后拿到了国际组冠军，明天要拿世界冠军，加油！这是届威廉波特世界小棒赛台湾代表队派出的先发投手赖成熙，这是伊伫小棒生涯最后一场。上场5点1局只被攻出3支安打，失1分。无论球速也是变化球，拢到位稳定控球，完全压制委内瑞拉队打者的火力，表现真精彩。今天投5点1局，拿11次3振，赢下全场。少棒做事投球，觉得自己表现很好，10分。这一次在赛前期，大家的气氛就很热烈，家长们、球员们其实心情都很亢奋，所以今天我们的先发投手赖成熙也表现特别的好。鼓山国小小棒队伫2024威廉波特小棒赛当中，一路打败加拿大、澳洲、古巴、日本、委内瑞拉，用全胜的纪录得到国际组冠军，会伫26透早3点对战美国组冠军，要拼过18年世界大赛总冠军。记者综合报道。